第一次認識黃丹，不過嗰陣時候大家冇相認，因為太多人，係一間應該係北京師範大學定係法政大學，我唔記得咗。就佢哋開緊個會，啱啱咧就係公佈呢個4月6社論，就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嘅社論。其實呢個就係中共就89年嘅民運一個好重要嘅定性，就話咧呢個運動對不起啦，你係挑戰緊我共產黨嘅政權，將會咧鎮壓落去。我亦都有咁樣嘅預計。當陣時咧有幾十個學生領袖咧就係一間即係房入邊咧就係討論緊呢個問題。我覺得我離開因為去完嗰度咧我就要翻香港，咁我拋低咗幾句説話。嗰陣時我啲普通話更比而家都係更唔靈光啦。咁我就記得有個同學就係黃仲祺嘅學生會嘅幹事嚟嘅。咁嗰個女士咧就係叫李蘭菊，佢啲普通話比我好啦，咁所以就幫我翻譯。我話第一，如果你呢個運動咧鎮壓落去嘅話咧，我哋會即係支持你哋喺香港透過幾種嘅方法，一就係透過示威遊行嘅抗議行動，第二咧就係喺香港咧會進行一個籌募經費嘅活動。咁呢個就係我好初步簡介一下我第一日去同埋最後一日走嘅時候嗰個經歷啦嚇。中間嗰啲細節就唔需要即係再詳述，但係就簡單嚟講，我睇到當陣時即係中國係有希望嘅。我亦都覺得我哋作為香港人，我哋係需要參與其中。唔單止係用香港人嘅身份，亦都係用即係中國人嘅身份去參與其中。好啊，咁啊，跟住俾我阿奇哥先啦。分享少少感受先啦。咁咧就我其實之前都去過一次中大，同大家一齊傾傾89學生運動嗰個一路個過程係點。不過叉開遠少少先啦，即係其實當年嗰個89學生運動喺香港呢部分啊，即係唔好講即係內地嘅運動之前，其實咧相對而家香港個學生運動咧，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咧，其實嗰個根基咧係比較好啲。即係我記得我第一次認識陶君行，知道佢係學生會會長，我唔知嗰陣時係學生會會長。係啊。我理解係，我記得嗰陣時係1987年，1987年嘅時候咧，我哋係爭取緊咩咧？爭取緊8日直選，都記得。咁咧就嗰陣時咧就我哋同埋我哋嘅同學咧，就嗰陣時都唔係好興絕食嘅，就覺得絕食3到6小時咧，因為嗰陣時好似基緊36咁上下，咁開始即係絕食，咁即係有得係喎絕食喎，嗰陣時好少香港學生絕食，咁第一次咧即係同陶君行咧有認識嘅，咁87年之後去到89年咧，其實一路以嚟咧。喺嗰個年代，我理解樹仁好、中大好、嶺南都好啦，連續2、3年咧都係嗰班人嚟嘅，連埋學。我記得我做學生會嗰個內閣，好似差唔多入去讀書，差唔多去到畢業都係同一個內閣，都係嗰班人。陶君行又係學生會，搞完一輪咧之後咧就升職做咗學聯，升職嘅，即係但係都係嗰班人嚟啊！即係成個學生會讀都嗰班人嚟。咁嗰陣時個社會基礎裏邊咧，其實學生參與嗰個唔單止社會嘅運動，或者參與嗰陣時關於學生自己嘅權益嘅運動咧，都係多嘅。包括嗰陣時講緊呢個學制嘅4改3，包括講緊嗰陣時嘅3改4係4改3，嗰陣時有啲4改3。咁另外就車船優惠證啊等等，即係好多教育政策咧，學生個參與都係多。咁所以去到89年嘅時候咧，喺香港組織嗰個學生運動嘅時候咧，其實嗰班同學咧，我理解嘅同學其實都有一定嗰個默契同埋去參與。呢個第一個背景。咁但係好似近年我哋睇翻好多即係香港學生運動咧，都係屆屆新鮮嘅。嗰個學生運動喺個院校裏邊咧，去一齊去發展一齊參與，似乎就比較即係弱少少。咁咧就呢個題外話，講翻當年我始終上次同中大嘅同學或者我哋自己大家當年嘅朋友一齊去傾嘅時候咧，好似成個焦點咧都係集中喺呢個天安門廣場。
如果當年無論喺天安門廣場嗰個運動咧，係應該係擴散啦，定點樣做一個聯繫咧？或者其他好似一啲更加大嘅嘅城市，都有啲好似天安門咁嘅規模嘅組織同埋呢個集結嘅運動嘅話咧，可能個結果我感覺可能係不一樣。咁當時即係香港嘅同學又好，香港政界都好，亦都將所有眼光全部都係集中喺呢個天安門個廣場上面。當然後來學聯亦都有同學大家一齊組織嗰個省港澳嘅大遊行。咁我諗同學人可能會多啲了解成個嗰個組織嘅運動。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都曾經去串聯咧喺嗰個廣州地區啲大學咧去參與個省港遊行同埋其他嘅組織嘅工作。但係始終你問我個感受，我哋實在做得較遲，亦都唔深化。即係就算我哋北京，我哋太遠啦，我哋即係鞭長莫及都好。其實我哋冇足夠動員香港嘅同學去連結成個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嘅地區，做另一個嘅天安門出嚟。咁冇組織冇串聯咧，自然咧其實當然佢哋都好自發地去參與個運動。我記得有個好深刻嘅印象咧，就我去過一次深圳大學嘅，就做一個關於嗰個串聯嘅工作，應該都係響應省港澳大遊行嘅。去到間學校裏邊咧，其實一個人都冇嘅，好難揾到，即係除咗守門口嗰個，根本上學校全部冇人，佢哋就出咗去遊行。但佢哋冇乜特別嘅組織，今日遊行啦咁樣，一遊行咧就全間院校一齊出去遊行，老師到同學都冇一人，我仲以為揾錯地方，點解深圳大好似咁吉咁空溜溜咁，全部出去遊行。喺嗰陣時嘅省港澳大遊行咧，我感覺係可能比香港規模咧更加大。嗰啲人嗰個即係參與嘅熱情都係即係唔比我哋香港嘅同學同埋市民差。問題就係我覺得好似都係各自為政。如果你當年如果你問我檢討翻當年個經驗同埋經歷嘅話，天安門嘅可能當時嗰個指揮有佢哋另一個嘅諗法，但係起碼即係作為一個香港嘅學生運動學聯喺嗰個華南地區嗰個組織工作上邊咧，似乎我哋仲係做得唔足夠。如果唔係，可能亦都係好似我哋先講，可能有冇唔同嘅結果咧？可能真係會出現唔同嘅結果。阿涂陣間可以補充下嗰個省港澳大遊行或者其他即係當中一啲經歷。咁不過俾個時間俾阿李祥先。咁大家如果想睇426社論啊，去我 Facebook，因為啱去咗六四紀念館啊，即係我哋啱做咗個六四紀念館其中一個 QR code 咧，係嗰個426社論。咁即係講翻下，即係其實89年嗰陣時咧，其實有幾個令我非常感動嘅位，即係一生人喊得最多當然係5月啦嚇。一個感動位就係即係嗰次即係8號風球嗰次啦。咁嗰次真係即係8號風球都有成4-5萬人遊行咧。其實嗰個係好感動位。另一個感動位我唔記得幾多號啦，5月19嚇。咁如果大家想睇嗰幅相，嗰個感動相咧，就去六四紀念館啊！即係我真係好 hard sell 咁樣。咁另外一個感動位就係當我聽到全國總工會話支持學生，因為我哋成日都即係對我嚟講係搞工運啦嚇。當睇到學生運動發展成為一個全民運動嗰時，真係覺得中國希望喺嗰度，因為工人出嚟話要保護啲學生。啲市民出嚟話保護學生，咁嗰個係另一個非常令人感動嘅位嚇。咁即係當然，即係最我成個感受都係你，即係你個人好似一路睇到個希望咁樣，咁然後去到6四嗰晚一槍聲一開咧，就即係成個去到一個絕望嘅境地咁樣。咁5月30號咧，我代表支聯會係想去支援。咁我有個任務咧，就係點樣樣咧？就係帶錢上去啦嚇。咁我一生人從未攞到咁多錢㗎嚇。
咁就攞住100萬咯，我記得嗰陣時係。咁啊嗰個100萬點嚟咧？其實嗰時係籌咗一次係籌款咧，差唔多係喺跑馬地個民主歌聲獻中華咧，我諗嗰晚係籌到2200萬大約。咁2200萬，咁嗰時就要點都要攞錢上去準備係長遠去抗爭啦嚇。咁我記得嗰時咧就去到北京，其實咧即係其實好得意嘅喺天安門有個分工嘅。其實香港人做翻香港人最擅長嘅嘢咧，就係物流啊即係當時北京，大家可以講下，即係當時我哋香港啲學生上去，差唔多有啲係踎咗成個月嘅喺嗰度。咁佢哋負責啲咩嘢咧？就係即係政治嘅，就即係學生，即係國內嘅學生去做即係宣講啊、政治嗰啲。咁香港嗰啲招待班、香港啲記者，同埋咧係其實負責物資嗰方面。咁所以嗰時我哋想去攞錢上去咧，其實我哋去探晒啲團體之後，亦都同香港學生傾咧。其實最後決定係將啲錢咧係交俾香港學生。咁嗰度又係好即係呢個錢嘅問題，等我會再講下啲離奇嘢啦，真係好慘啊！咁我哋將啲錢就交俾啲香港學生嚇。咁啊諗住咧就係啲香港學生咧就會負責係長遠喺嗰度咧管理住啲錢，隨時即係俾啲物資過去咁樣。咁就然後就可以將個運動咧一路有個資源係一路持續落去。咁到5月30號我想去。6/4嗰晚就開槍，咁我啱啱10點幾嗰時，我記得我喺工智聯嗰個即係熒幕裏邊。咁工智聯係對我嚟講係即係好緊要啦，因為工人自治聯合會即係終於有一個獨立，即係其實成個6/4有另一個好緊要嘅位咧，就係獨立組織嘅出現，即係嗰種從來喺共產黨治下都冇一個組織係唔係受共產黨控制。而6/4嗰日出現工智聯啊，當然學生嗰度啊、知識分子啊，即係全部不受共產黨控制嘅組織出晒嚟。咁其中一個係工智聯啦。咁第日如果大家有機會，應該請阿韓東方嚟講下東方嘅經驗啦，因為東方而家就喺香港啊。咁我好記得嗰陣時，我成日都同阿韓東方講笑，就係我第一次見到佢咧，係淨係見到佢個囉柚嘅啫。因為點解咧？我嗰陣時喺工智聯個熒幕裏邊。韓東方衝入嚟，好攰，攤咗喺地下，瞓咗喺度，所以我冇機會正式見到佢個樣嘅。咁我成日都同阿東方講，真係一見就見你囉柚，真係就係我同佢嘅結緣咧，就開始由即係嗰畫像嗰度。咁嗰晚我仲好記得咧，就係當出邊一槍聲一響咧，突然間我見到啲工智聯啲熒幕啲人要出晒去，就話要去阻擋軍隊，已經開槍啦。咁即係嗰個亦都係令我永遠難忘嘅一個刻啦。咁嗰晚亦都係即係一路即係知道一路槍聲啊。咁我喺北京飯店度睇到嗰個熄燈嗰下啦，即係喺天安門廣場熄燈嗰下。咁然後第二日就其實另一個故仔就係阿李蘭谷打電話俾我話佢哋去喺醫院嗰度咁啊，即係唔知點樣翻去咁。咁然後我就唔知點樣去揾醫院揾佢哋，咁我就揾咗阿劉銳紹，問佢點樣揾醫院。駐北京記者劉銳紹，咁劉銳紹教我去揾醫院。咁我收尾見翻李蘭谷咧，李蘭谷就以為嘅咧，佢打電話俾我之後咧，以為我會諗到個方法揾架車去包佢，即係點樣去整，即係幫佢走。點知最後都係我一個人行到去醫院嗰度咧，同佢行翻過去北京飯店。不過都冇事，好在冇事，因為我揾到點樣行去，亦都揾到點樣行翻去。咁但係喺醫院裏邊亦都係即係其實好難忘，亦都係入去睇到啲房嗰度啦。咁嗰啲係啲難忘位。咁6月5號嗰日就即係亦都係即係我哋全包飛機翻嚟香港嗰下啦。咁就去到全部記者啊、支聯會啊、學生啊啲人喺晒架機裏邊。咁我當然永遠難忘嘅，我上到架飛機嗰時抹完手之後，大家拍完手先，我好記得。拍完掌之後，佢入嚟話要查我哋嘅護照。咁啊查到我之後咧，就要逼我落去。咁啊去到一個位咧，就話如果我唔走咧，架飛機冇得飛，咁我梗係要落去啦嚇。咁啊開始我3日嘅普通話課程啦。
嚇，咁啊教咗我3日普通話，同佢砌咗3日咧就點樣去講，用普通話講我去北京做啲咩，我點睇成件事，咁佢又用普通話同我即係又教育我咁啦嚇。咁砌完3日之後，咁其實嗰3日當然我都唔係話俾人虐打嗰啲嘢，即係冇俾人虐打嚇，咁軟禁咗3日之後咧，最後就即係我要寫悔過書先可以翻到嚟香港，同埋沒收咗啲錢啦。咁所以一生人裏邊第一次俾人攞走啲錢咧，就係嗰啲錢就係收尾去到個位咧，唔係100萬喎，我俾人沒收嘅錢係200幾萬喎，即係我俾人收嘅錢係多過我攞上去嘅錢。點解咧？唔係因為我做生意叻，而係啲學生將所有天安門啲錢全部擠咗喺我度，所以佢揀錯咗人，起碼肯定。咁就變咗沒收咗啲錢。咁所以而家我仲有張收條咧，係可以攞翻嘅，希望嚇，即係當然嚇。係啊，唔係回鄉證收尾俾翻我嘅，佢冇收咗回鄉證，咁但係收尾就俾翻我啦。但係即係俾翻我嗰啲，我跟住都冇得翻去啦。當然，即係嗰啲就即係佢將個失效啦，亦都以後都冇得翻去啦嚇。但係最緊要即係要第日要攞回鄉證，然後攞翻去攞翻嗰200幾萬啦嚇。即係依家我等緊嗰一日，咁就變咗嗰幾次，即係當然嗰啲係成件事我自己嘅經歷啦。但係我自己覺得最緊要一樣嘢就係、當時好清楚有一樣嘢，就係啲國內啲人當軍隊開槍嘅時候咧，其實佢哋成日都同香港人講一樣嘢咧，你哋要翻去講俾人哋聽個真相。咁所以我諗我哋呢幾廿年所做嘅嘢咧，都係希望係堅持到呢個真相，一路要傳承落去，而呢個鬥爭、呢個抗爭要繼續落去。咁所以就我諗繼續咗呢20幾年嘅動力咧，其實都係嗰句，我哋要將呢個真相係即係傳承落去咧，先對得住當時咧係犧牲嘅同胞。咁就跟住落去，大家知道咁我6月8號就可以翻嚟香港啦。咁嗰時主要係嗰3日嘅時間喺上邊。咁大約分享咁多啦。咁希望大家即係一路可以即係將嗰個傳承嗰樣嘢咧，係我哋去繼續做落去啊！好，多謝大家。頭先咧有提過，即係不約而同都提咗一個人啊，叫李蘭菊啊咁樣。咁咧其實阿土你都可以講下咧，即係李蘭菊究竟係個咩人啊？點解我哋會係咁提佢啊？而我哋今次呢個活動其實咧同李蘭菊其實都有啲淵源。李蘭菊就係其實當年學聯總會有大概4到5個即係上北京嘅團嘅。就點解話4到5個？因為其中一個係學聯旅遊負責係帶帳幕上去嗰100幾人，咁亦都唔純粹係屬於即係學聯嘅一個團。咁我第一次上北京，頭先講咗，我應該冇記錯係胡耀邦追悼會，應該係4月23號嘅，4月22定4月23。咁我26號翻落嚟，咁李蘭菊咧就係阿黃仲祺樹仁學生會嘅一個幹事啦，女仔啦咁樣，咁啊同我一齊上去。咁就亦都最後尾李長華喺醫院接翻佢出嚟，即係翻香港。6·420週年嘅時候咧，佢就喺因為佢嫁咗去呢個先嫁咗加拿大，跟住再搬咗去美國啦。咁佢就早2個禮拜度咧就翻嚟香港。咁我大概你知道咧，通常20週年咧，我大概有10個呢啲咁嘅論壇度。咁我其實我每一個論壇咧，我都容易講誇張少少叫揮灑自如，但我從來講6·4呢個題目我都講得唔好，因為唔知由邊一度可以開始講起。咁我知道李蘭菊咧就有親身經歷，即係6·4當晚個情景。咁我就叫阿菊，不如咁啦，我剩翻7個論壇，你同我講7個論壇啦，好唔好？咁我哋就即係一日可能係走2場，或者一日走3場，就不斷去講。我第一次聽完之後嚇死，因為我哋從來唔會喺私人談話裏邊咧講呢啲咁嘅細節嘅問題，因為都唔需要再講呢個問題啦已經。咁佢其中講一個故事嘅咁，佢話當日喺天安門廣場裏邊，有一個10零歲嘅哥哥同埋一個唔夠10歲嘅細路仔。咁佢個哥哥就唔見咗嘅，咁佢個細路仔咧就即係攬住佢就話你幫我揾翻個哥哥翻嚟啦。咁佢每一場
即係6、7場嘅講座咧，都講呢個故事。其實佢仲係誇張少少嘅，即係唔係誇張嘅意思，即係佢仲形容得係生動少少。咁有一晚咧就係紅鹽咧就係20週年嚟我哋支聯會。咁我哋1989年嘅同學咧就一齊喺銅鑼灣有間飯店裏邊咧食飯。咁佢又再提呢個故事，因為佢好多年都冇翻到香港，佢重提呢個故事。我其中一個同學就叫陳清華，即係你問我攞電話嗰個。阿哥話：其實嗰個細路仔都4萬嘅。咁佢嗰晚咧就1點幾打俾我，好少女士會1點幾打俾我，1點幾打俾我。唔知啊佢話：阿頭話點算啊？我話點算啊？我點知點算？即係我心態就係、我點知可以點算？我話算啦，過去啦。因為你要翻香港，即係你將你嗰個嘅鬥爭或者係抗爭嘅焦點轉移翻喺香港嘅問題上邊。你永遠都拋棄唔到呢一段嘅歷史咧，20年之後你仲係即係擺喺個腦裏邊咧，其實係一件好痛苦嘅事。我記得我哋第一場嘅論壇咧，其實唔係揾呢個肥仔嘅，雖然佢學生會會長，就揾李蘭菊。咁佢就通知我哋，佢話你幫我問候阿思之你講啦呢段嚇。其實就即係我哋請咗佢，就諗住請佢。係啦，我哋其實請咗佢嘅，咁跟住咧喺即係開始之前冇2日添，咪1日啊。咁啊 send email 俾我就話：唔好意思啊，施志興咁樣，我要甩你底啦咁樣，因為我發現我梳理唔到呢段歷史啊咁樣，我因為好痛苦咁樣。咁我嗰一刻咧，我係望住個熒幕，我呆咗3、4秒度。我第一個反應係，我第一下閃過嚟係。有幾難梳理啫？你見到乜咪講乜咯？我真係好無知閃過呢個概念。跟住之後嗰幾秒咧，我諗一諗，佢應該真係好痛苦。即係我哋聽或者我哋睇紀錄片，未必係好，即係包括阿仁都冇喺現場見到開槍嘅情況。其實阿土上京嘅時候已經係講緊4月底啦嚇。其實係好幸運，即係幸運唔係講緊冇死到好幸運，而係如果你喺現場睇到嗰啲嘅經歷，我哋喺中文大學嗰場咧有林耀強都係睇到嗰個經歷。佢形容話一生人第一次見裝甲車，因為有幾個裝甲車，個裝甲車嘅速度好快，快過呢個保時捷。即係佢冇諗過啊，以為呢啲好笨頓嘅坦克車第一次見，速度好快好快，係你根本要走係走唔到。我第一次係親身咧係聽喺6四現場嘅人講當晚發生嘅事。阿林耀強佢講咧都講到喊，即係佢已經離開咗呢個圈㗎啦，即係做緊律師㗎啦，賺緊佢嘅錢㗎啦。咁事前我都問佢，我話：喂，我問阿林耀強，我你應該冇乜嘢㗎係嘛？都放低咗㗎啦係嘛？即係我嘅意思唔係放低咗包袱而係嗰個陰霾啊，你已經可能擺低咗啦。得冇問題啊 ，OK 嘅，生活如常，冇改變過。點知一坐低，講咗唔夠5分鐘，就喺度喊啦咁樣。咁我望住阿李蘭嗰個電郵咧，我第一個反應係即係事後頭先，譬如或者今日之前，大家好多朋友問嘅問題就係點樣檢討個運動啊？覺得當日點樣做可以好啲啊？點解唔敢咁而咁啊？呢啲問題係重要嘅，對於我哋梳理呢段歷史。但係對於真係喺當晚嘅，我諗真係可以用幸存者去形容，係一件咧好痛苦嘅事。即係今日大家有好彩有唔好彩，有黃丹啦，因為第一次喺我哋呢幾場論壇，亦都係唯一一場即係會出席嘅論壇做嘉賓，但係就冇真係阿林耀強、阿李蘭菊嗰啲。
我哋咧要去梳理呢段歷史，呢、個可能係好重要。但係我搞呢一個論壇期間有啲諗法就係、有啲係事實嘅東西咧，係我哋唔可以去扭曲嘅。即係你可以話學生做錯，即係你話佢100%做錯，嗱呢個係你嘅睇法。即係我控制唔到你，冇辦法。但係你唔可以話冇死過人啊，冇人被屠殺。即係我哋回顧翻咧呢20幾年嚟咧，我發現咧之前咧冇咁多荒謬嘅言論嘅。近呢10年咧係多咗好多呢啲咁嘅歪理嘅出現。今日人好多㗎啦，我哋咁多場裏邊，浸子呢場應該係最多。城大嗰場人好少，有一個學生同我講話：唉，真係唔好意思啊，咁少人好啊，台下得一個人，我哋都要照講。即係就算台下得翻一個人，都要照講照做。係咯，我講多咗，我應該俾翻阿土腳講。其實我想問阿土一個問題嘅，頭先大家即係聽咗唔同好，即係好零碎嘅片段啦。其實頭先阿黃仲祺咧，有講到一樣嘢就係呢個省港澳嘅大遊行。其實當中咧呢個故事咧，即係我哋將個焦點放喺北京啦、天安門啦，係咪？但係其實咧喺其他嘅城市咧係都有唔同嘅運動係出現嘅。而呢個省港澳嘅大遊行咧，其實就由香港去發起。咁所以阿土其實都嗱，我哋頭先氣氛沉重嗰啲，阿土我哋可能都可以轉一轉，你可以講一講當日即係呢一個省港澳大遊行一啲。即係用多少少 sense of humour 講好嘛？即係人係悲歡總係介乎你之間。省港澳大遊行咧，其實我有一個同學就係尋日去港大咧，就係講嘅，就係叫陳國禮 ，OK，咁咧亦都係嶺南學生會嘅成員，亦都係陶君行從政最重要嘅伙伴。冇佢我就唔會參加學生運動。咁咧就其實佢有一個 idea 嘅，當陣時佢就話咧你個焦點太集中喺北京嘅時候咧，如果你鎮壓咧就冇啦。咁啊大概咧佢係5月中到5月尾嗰陣時候咧就思考到呢個問題。咁咧就佢好似我哋啲商學院學生咁嘅，佢好得意嘅。咁啊寫咗個叫做 proposal， 就叫做全國串聯嘅大行動。咁啊拎去學聯嘅秘書處，就同埋呢個常委會咧就討論嘅。咁嗰陣時候啲人咧就覺得係傻嘅，全香港所有人睇緊北京嘅絕食，睇緊北京即係趙紫陽點樣做法，咩全國串聯啦咁。咁其實呢個就係接緊阿黃仲祺剛才講嗰樣嘢。咁我就靈機一觸話好啊，因為我普通話唔係咁好，你梗係去即係廣州啊、深圳嗰啲地方啦咁樣。咁其實我哋嗰陣時候嘅決定一係好簡單嘅啫，將個運動中心嘅轉移要遍地開發先得，係嘛？咁咧就其實我哋從來都未聯絡過澳門嘅學生嘅，咁咧就召開嘅招待會就係叫做省港澳大遊行，亦都冇聯絡廣州嗰啲人㗎，因為照講，你知啦，都係通常都係咁㗎啦，吹大啲啊嘛。通常嗰陣時嘅運動都係咁，咁啊，照你啦咁樣。咁我哋就唔知點解神推鬼拱嘅。我之前都喺啲學校度即係講解，點解我哋一定要一齊要去啦咁樣。咁你知啦，去廣州容易嘅啫，係咪？嗰陣時候已經有直通車㗎啦。咁但係咧，我哋就選擇咧就先去深圳先，因為如果嗰度 block 咗嘅話咧，都即係快脆要翻香港啩。我記得嗰陣時候嘅理解嚟嘅。咁啊冇通知澳門，冇通知廣州，照去。咁我去到深圳，我記得。咁啊，我而家都仲食煙嘅嚇。咁啊，梗係出去食煙先啦，喺火車站附近咁樣。咁我見到，咦，樓上即係嗰啲平台頂咧就有啲公安，死喎咁快喂！原來唔係，佢入手，支持你哋咁樣。歡迎你哋過嚟即係中國參與場運動。好啦，咁再上火車。咁你知道喺深圳搭火車上廣州都係比較耐啊，因為你唔係直通車啊嘛咁樣。咁一落車，未落車。嘅車仲喺度即係準備停嘅時候，就聽到個廣播，呢個廣播就話香港個學聯嘅同學咧請注意，請你咧就落咗車之後咧請留步咁樣。咁嗰時我哋好多人，起碼都接近成100人嘅。我話死啊，咁快拉，
深圳冇事，去到廣州有事咁樣。不原來唔係，去到咧原來有一次，即係好似咧嗰啲大家睇電影咧見到咧。